各位 OK 呢咁啊，今個禮拜方面咧，市場嘅焦點當然就睇翻呢個大型嘅 IPO 啦。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有一隻超巨無霸方面咧，就即將會喺香港做呢個 IPO 㗎啦。咁啊，想知道咧抽唔抽得過，或者係佢潛在嘅升幅，或者係嗰個係潛在方面咧，嗰個係利潤有多少嘅話咧，最緊要睇條片睇到最尾啊！睇之前最緊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同埋撳埋隔離個 nono，就知道第一手嘅財經資訊同埋股票貼士啦。好啦，咁啊，相信咧就要開估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今個禮拜嘅市場焦點咧就超級巨無霸 IPO 就係寧德時代啦。咁啊，其實喺深圳方面咧就已經係上咗市㗎啦。咁啊，股票代號咧就係300750。咁喺香港咧 IPO 方面咧嗰個股票代號咧就3750嘅。咁啊就喺今日開始啦，就到呢個15號，即係今個禮拜4方面咧就做呢個公開招股㗎。咁啊全球發行咧就1.18億股嘅，當中有800幾萬股咧就係香港做呢個招股啦，其餘咧都係國際配售嘅。咁每股嘅發行價咧就係呢個263蚊，咁每手就100股，即係入場費就係26,600蚊啦。咁啊嘅掛牌日期咧就喺5月20號啦，一個好嘅日子，520咧就係掛牌㗎。咁咧就佢嘅集資嘅金額方面咧就達到呢個307億嘅，咁就要應該係計呢個2021年咧就快手集資呢個係483億之後咧香港最大嘅 IPO 啊！咁啊，今次咧會引入呢個係23位嘅一啲星光熠熠嘅基石投資者啦，包括呢個科威特國際嘅呢個係國有嘅主權基金啦，呢個係 KIA 啦，同埋高瓴啦，另外中金啦，另外仲有包括中石化香港等等㗎。咁就不過咧今次有特別之處咧，大家值得留意啦。咁今次國際發售呢1.09億嘅股份咧，叫做係S 規例之下咧，嗰個係發行嘅形式㗎。咁即係話咧，國際配售嗰部分咧。只係會向美國境外嘅投資者係發售嘅啫，就免除咧發行人咧就因為美國某啲嘅監管嘅情況之下咧，就出現一啲係要備案嘅義務㗎，亦都可以規避到呢個美國法律嘅風險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個原因係咩啦？咁就係中美嗰個係博弈嘅大背景之下咧，咁其實呢啲超級巨無霸咧都會擔心咧，就係未來可能會有一個美國嘅監管啊，或者甚至乎呢個係訴訟嘅風險㗎。咁啊，今次咧就可以完全免除咗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應該咧令到佢嗰個招股同埋上市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會順利㗎。咁寧德時代咧就主要咧就從事個動力電池啦、儲能電池研發、生產同埋銷售㗎。咁啊，亦都係咧就着力咧就推動咧就係呢個移動式嘅移動式化嘅石化能源嘅替代，同埋固定式化嘅石化能源嘅替代。即係話簡單啲講句咧，就推動嗰啲環保能源上邊嘅一個普及化㗎。咁就去到2024年底咧，公司咧已經係全球有6大嘅研發中心啦。13大嘅一個電池生產製造嘅基地，服務咧就64個國家同埋地區㗎。咁啊，其實而家咧就寧德時代方面咧就已經係累計咧就係裝車超過1700萬輛嘅。呢個係咩概念咧？即係話全球咧平均每3架電動車嘅話咧，就其實有1輛咧就用緊呢個寧德時代嘅電池嘅。咁啊，儲能電池咧全球亦都係應用有超過1700個項目㗎。咁去到2024年底啦，即係舊年年底啦，公司嘅盈利規模都十分之巨大㗎，係超過520億嘅人民幣嘅。咁我哋細心分析下咧嘅寧德時代嘅財務啊，同埋佢哋業績係點啦。咁頭先都講到啦嚇，就其實喺2024年方面咧，佢哋嗰個純利咧都係超過500億啦嚇。咁就睇翻咧佢哋嗰個係經營利潤方面咧，喺2023年咧就有537億㗎。咁去到2024年咧已經有640億喎。今年咧就頭嗰3個月咧，就已經係大約173億，係上升咗30%㗎。咁股東嘅淨利潤方面咧，就由呢個係2023年嘅440億，去到2024年嘅507億。咁啊，今年嘅頭嗰3個月咧，就已經有140億，係上升咗32%㗎。咁啊，每股資產淨值方面咧，其實而家已經去到差唔多60蚊㗎啦。相較翻舊年同期比較嘅話咧，已經係上升咗26%㗎。咁啊，盈利能力方面咧，佢哋都係非常之理想㗎。睇翻佢哋個資產嘅收益率方面咧，喺2023年咧就有24%，2024年咧就有22%㗎。毛利率方面咧，就其實由23年嘅19%咧，就大幅改善到24年嘅24%，而今年頭嗰3個月咧都有24%㗎。咁都睇到佢哋嗰個無論利潤啦、增長方面咧，都係非常之理想㗎。所以總括嚟講嘅話咧，相信呢隻股份咧都係今個禮拜或者甚至乎今年上半年咧一個明星股嚟㗎啦。咁啊，投資者方面咧，其實都不妨咧就一定係要抽下啦。咁啊，相信咧基本上咧上市之後嘅盈利咧都會十分之可觀㗎。
拜。